荧幕截图，点按。哦，你看这么多可以选择。点按荧幕截图，有这么多可以选择。二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？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，细而无所不入。天地生成之后，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，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，四时之交替，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。而最宝贵的是这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同时也是我们人一生之主宰，曰性理，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、能听、能吃、能动。因此我们应该不是只荧幕截要图，探求天地间的那要从哪里找？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。故先篇大道即是性理真传。道的宝贵查看全部了。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，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这是荧幕截图啊，可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。相机啊，应该点按相机啊！啊，点按相机，刚刚拍照了。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。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，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、能量、化学反应、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、判断和命令之下达，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，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。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，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。无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，或是目不识丁贩夫走卒，无论是成人，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，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。人人与生俱来，不学而知，不学而能，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，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。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，有忘记的时候，有疏远的时候，